進入老年，我猜不邊一個看伴走。常夢見你作作似約了某某，被我當番解救。就似是戰友，同樣內裏開始相湊。疲累有如殘破機器，有點失手。男士彼此摸透，信你也似我怕被揭破，心底裏痛什麼？其實有權難過，病到想發作，何時不敢釋放？還療膚水儲起了太多，男人偏愛內耗左岸，像個灑脫硬漢，安好的強壯，眉頭但深鎖。原來好歹又有細赤裸，男人何況大名大方，或有悔恨過，放下過感觸夠多，又只覺照直講。夠盡興嗎？碰多幾杯網路盡純嗎？無意探究你或我眼裏有怪病了講都可怕。習慣着過客，談話貫徹保守風格，成熟暢談樓價天氣世間變化，男士彼此摸透，信你也似我怕被揭破，心底裏痛什麼？其實有權難過，病到想發作，何時不敢釋放？慣了膚水儲起了太多，男人偏愛內耗左岸，像個灑脫硬漢，安好的強壯，眉頭但深鎖。原來好歹又有細赤裸，男人何況大名大方，或有悔恨過，放下過感觸夠多，又只覺隨便講。也想抱怨，身高有幾多尺幾多寸，沒法說。既然有些故事如實，交經被寒暄，還有膚水儲起了太多，男人偏愛內耗錯浪，像個灑脫硬漢，安好的強壯，眉頭但深鎖。失去什麼？想要認可，若未學開未如柴鍋，笑着說，喊着說，崩潰也可，無謂夜晚黑，獨自難過。Thank you 阿古，多謝你啊！夠唔夠喉啊？